上集我哋講到翡翠靠住貢品呢個身份，終於敲開咗紫禁城嘅大門，但入門只係第一步。點解後來居上將傳承千年嘅呢個和田玉逼落咗思維，自己坐上咗帝王玉嘅呢個寶座？呢一切都離唔開嗰個頂級嘅玩家乾隆皇帝。今日我哋用3步睇清佢點樣為翡翠嘅登頂之路按落咗加速鍵。第一步，以角力開玉路。你可能會好奇，皇帝中意一塊玉石，仲怕佢缺貨咩？答案就係想要最多最好嘅翡翠，冇咁簡單。乾隆皇帝並唔係坐喺宮裏邊等貢品咁簡單。1765年到1769年期間，清朝為咗穩固西南，同緬甸展開咗一場戰爭。呢場戰爭嘅最終結果就係確立咗清朝嘅宗主國嘅地位，並開啟咗兩國之間穩定嘅朝貢關係。就係喺呢種新嘅政治秩序下邊，作為緬甸特產嘅翡翠輸入中國嘅道路變得前所未有嘅通暢。雖然我哋唔可以講翡翠係為咗戰爭而打，客觀結果確實為宮廷翡翠嘅繁榮掃清咗障礙，打開咗一條更加之寬闊嘅官方渠道。第二步，以匠心定標準。料有啦，點樣為呢啲綠石頭變得更加高級？乾隆嘅答案就係用極致嘅工藝重新定義。佢為咗打造精品，不惜工本，廣納天下巧匠，喺宮裏邊設咗如意館，唔單止親自審稿，甚至乎要求工匠將玉器內質都打磨到同外邊一樣咁光滑，呢啲睇唔見嘅地方都一絲不苟嘅，就叫做乾隆宮啦。乾隆宮從此就成為玉雕界最高水準嘅代名詞，奠定咗傳世珍寶嘅地位。第三步，以珍藏定風尚。咁好料有啦，點樣令全世界都認同佢嘅價值呢？關鍵就係樹立標杆。最能夠體現乾隆眼光嘅就係佢嘅一件心愛之物，清乾隆御製翡翠雕刻嘅劈斜垂層。你可以理解為書台咧俾硯台加水嘅嗰個水壺，但呢種水壺咧體量驚人，長達38厘米，比我哋而家喺台灣故宮睇嘅嗰個翡翠白菜咧仲大1倍咁多，係宮廷翡翠中嘅巨製啦。最關鍵係佢嘅底部咧係刻住乾隆年製款，喺成個乾隆翡翠裏邊咧都極為稀有嘅，可以稱為皇家翡翠嘅鐵證。佢嘅命運咧比拍戲仲精彩，喺清末嘅時候就流落咗海外，俾美國巨富摩根咧秘密收藏咗近8年，直到2012年咧先喺北京保利嘅秋拍裏邊以4945萬嘅高價榮耀回歸。你睇佢即使跨越咗成8年，佢欽點嘅翡翠仍然成為大家公認嘅貴寶，從邊疆貢品徹底成為咗財富同埋品味嘅硬通貨。喺頂級嘅拍賣行，一件真正嘅乾隆宮翡翠係值得代代相傳嘅文化寶藏。乾隆就係通過開玉路、定標準、樹風尚呢3步，為翡翠鋪就咗一條直通頂峰嘅帝王之路。皇帝書房都用翡翠，你話佢哋啲皇宮大臣點可能唔用呢？大家都喺度跟風，所以收藏佩戴翡翠就成為咗當時頂層社會嘅象徵啦。自此咧，翡翠喺中國玉文化嘅地位再都冇辦法撼動啦。今日咧，我哋傾嘅唔單止係歷史，更係摸通咗翡翠頂級收藏嘅價值邏輯。下次你再見到翡翠咧，佢唔單止係種水色咁簡單，而係佢背後呢幾百年嘅權力博弈同埋文化沉澱。但你認為呢個就係巔峰咩？故事遠未結束，一位傳奇女性將用佢截然唔同嘅方式，將翡翠帶入咗一個更加感性同埋奢華嘅年代。下集帶大家一齊去研究呢位頂級藏家嘅翡翠世界。